噼里啪啦自抛长度，茫茫的火，小草嘅风扇喺顺利往上，一头天灯做到放火。早期嘅这个时候，你网上有啊，用冰水，跟住那油铁哦，你那烧嘅时候那油田哦，两种方式。一只角花560万元，就将一栋留为活嘅家私嘅网上，短短几20分钟都半太火就會搶搶，有人可能知道打掃，不過這網上係係見傳嘅幾百年嘅祭祀文化。有啲清朝嗰種嘅傳下來嗰種嘅典故啊，嗬。小網上即係扮演講長山歌台灣那條片，要嗰種是儒學嘅冇辦法面，冇辦法撻，所以講要帶來地方上嘅文藝啦，嗬，本面咧嗰種嘅祭火，個田宅呢種嘅方面。差唔多解決嘅方式是就係祈求王爺嚇，因為王爺指示，即講用皇上做嘅皇上，把個文藝不好嘅東西嚇攞去送走。因為頭擺王傳走，但是冰水流嘅方式，故所王爺信仰，但是啲中南部海上較旺，唔過停定移民嘅腳步，王爺信仰停定信徒遷徙，王傳走文化也停定葵花白帕。小王村呢係風俗啊，特別像我哋南部、中部都有因為北部前手呢仲係王媽廟，喺五度呢北部啊見多，佢哋南部分享各鄉國咧王媽廟前多，喺其實房州喺南部小王村係風俗嚟3年一課，或是5年一課嚟辦下小王村呢種係習俗。因為行人但是係啲神奇，故所較少人信王爺。不過普羅行人偏強合，王爺信仰欠一熱態，將喺本地本要按照普羅廟嘅信奉持保局，以下大部分嘅信徒都係行人為主。特別王媽廟，大部分係講因為佢哋海人要嘅撇位邊個咧，王山鋪上來，喺佢哋牆上來服侍寺廟，喺因為行人裝佢哋海當然啊，唔係要接到王山，所以佢摸呢種係王山，摸呢係王媽廟。呢度嘅信徒啊，差唔多2/3係行人合多啦，信奉100到虎橋，中辣、楊梅。甚至咧土人啊，是青島咧鄉客哦，安尼咧信奉以南啊，喺竹北嗰方面大部分會是移民廟嘅都有100多。竹北是喺啲17年前，也就係1993年編嘅，期盼係第8嘅王傳走。新家指示有啊嚇，冇有得人南部啊嚇，即係3年一課，我哋都係冇教嗰種啊，我哋82年上一台，85年上第2台，92年上第3台啦，今年係第4台。唔但止係期盼王傳走嘅期間冇空音，輪車嘅王爺也係王傳嘅現實，也係無故天嘅。有啲係唔付錢衰來電，將竹北市南田局採用疊高嘅方式嚟結添，王傳也行開越來越差化。少咗王傳哈，那個做好嘅時間，那少以前去天公壇搶死嗰種嘅玉皇大帝，那個搶王啦，嗰種嘅搶王。今年都係七年王也係個國父王爺，所以講北家鄉啦嚇，啲疊高。跌到最多高嘅鋪，該要啊為青年王嘅王爺公。這個彩繪其實是有地區性的差異的，有些地區會畫一些東西，還有像澎湖的王船的話，它就是跟一般的古代的漁船一樣的商船一樣，它是不彩繪的，都是白色的船身。然後慢慢到了像東港、西港，他們要精緻化，就是變彩船哦。這個船要把它彩繪變得很漂亮，哦，所以說才會有出現彩繪這個情況。有啲會看起來當威嚴，有啲會硬生刺，有啲會係神話傳說，有啲係喺一啲當屬世嘅歷史人物。竹北嘅王傳傳順用這樣畫嘅呀，36田角，大家呢時看到係有其特別嘅意義。係嘅現在，因為即精忠報國嘛，台灣人啊，你讀書時間有啊嚇。
叶飞这个嘛尽忠，就是尽忠报效国家，那代表这个哈为国效力，不计任何的代价之上。一般是以龙跟凤为主，一些瑞兽。它这里比较特殊，它上面又画了36天官天将，应该是象征说以天官天将来随护这个王爷。随护王爷唔单止一条花箱，当王船出巡前途嘅时节，作定床纱，拿啲烟叶、烟气、床飞嘅板头角，啲王船巡合键盘键搭，拍一条龟叶唔敢下船，一有一群后生人作定扁嘅衫裤，手拿担杆，固定船嘅。这个是它的构准的那个边跟足了啊，它是一个那个架势的保护的作用就对了啦，顾了这一个船体的那个顾船的就对了。这个王船从以前的一个工具变成一个神圣化，所以台语有讲王尊公，它就是一个神圣化、一个神格化的一个东西，所以怕有一些不干净的人去摸到它，所以才会有这种禁止的情况。神仙做唔得以反击，本王船都会一系列神秘嘅色彩，一行下见天嘅信徒嘅信仰。故所送王爷嘅时节，民生用品要准备嘅齐齐。本王爷唔是小食，唔是小灶，当作增添信徒嘅虔诚。天在就是说，把王爷所需要的必需用品放到船上，让他以后可以食用。所以主要天在的用品以柴米油盐酱醋茶，然后一般的日常用品为主，然后一些王爷要办公的东西，一些文具用品为主。然后当然到后来慢慢演变，就会添在一些电器用品，它是以现在的人为基准去想的。啲乾藏族海船發展起來嘅王爺信仰，人哋移民嘅腳步傳到台灣西南海船，個因為台灣族權嘅腐託，直至到小王船發託啲客家莊出現，混蛋神秘嘅宗教儀式，係天天嘅變奏，提防重要嘅文化特色。